而家係2008年3月2號星期日。琴日爹哋又翻嚟深圳，準備今日咧就同寶儀媽咪咧就落去香港，聽日又翻學啦。而家咧寶儀就嚟到梅林公園度，因為今日好多人喎，星期日。寶儀咧地先就睇完金魚，而家就嚟到玩沙沙呢度，攞住啲工具喺度鏟沙沙。小飛魚咧就有人玩緊，寶儀未玩得，唔知而家寶儀去邊度咧？寶儀去邊度啊？